小同伙呢你？碰他！你要敢碰他，我跟你玩命！哎，你不许碰他！把东西给我放下！你把他放下！把他放下！你先把东西给我放下！你把他放下！你把你东西给你放下！你先放下！我没偷你东西，我就是渴了，我妹妹渴了要喝水。你渴了跟我说一声，你偷什么东西你？我才没偷呢！你先放下！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喝水，我没拿你东西。你把小孩给我放下！你把他给我弄疼了！走开！小主，没事吧？没弄疼他吧？这儿去！哎，你看，有人偷你东西，你还不去管？王八蛋！往哪跑？你别跑啊你！你别跑啊！嘿！一伙的，配合的挺好，你们。那女人太狡猾了。大姐不知道他这包里有钱啊！大姐这样，不就成小偷了吗？大姐可不是有意的。小主，这样一来，大姐就有钱给你买吃的了。我想吃糖。行，一会儿大姐给你买糖吃啊。买了糖先给大姐吃。你长大了，也懂事儿了，知道心疼大姐了啊！你们都是要奔赴祖国边疆的人了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要把祖国放在心上，要牢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，不仅要学会学做，还要会背诵，尤其是老三篇，要真正做到活学活用。急用先学，立竿见影。就拿我们班的排长刘永健同学来说，已经能背诵“为人民服务”了。哦，你不满意？没有。那就是对我说的有意见？不敢。赵素敏，你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份，要夹着尾巴做人，学学人家刘永健，把老三篇也背下来一个。我全都会背，口气不小啊！起立，背诵纪念白求恩。纪念白求恩，1939年12月21日，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3页。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，50多岁了。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，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，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。让你给老子提了几碗呢？我家抄家的时候找着了。狗崽子，没脸地嚷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滚！滚！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。很好，
明天我们年级的学生就开始报名插队了，有本市郊区，有外省农村，还有边疆。周素棉，你准备报什么地方？革命圣地，延安。小楚，好吃吗？哦，大姐不饿，大姐不吃啊，你吃。大姐你吃。小楚，你只要心里想着大姐，大姐就心满意足了啊。小楚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大姐不吃啊。小楚啊，怎么成个小花猫了？哎呦，这么脏，来，大姐给擦擦啊。哎呦，嘿嘿。哎，小楚啊，大姐的脸是不是也特脏啊？大姐都好几天没洗脸了，大姐去洗脸去啊！来，小楚，哎呀，瞧，快看，这儿还有打鱼的呢！来，下来啊！你奔哪儿跑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路是我家的路，水是我家的水，留下买路钱，立马放你走人。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往这儿看看，造反派！昨天你在汽车上偷钱，我弟兄们还帮你来呢。好啊，你们！把钱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！我没钱，你拿不拿？不拿，我就不拿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！啊！大姐，好啊，你们！谁敢过来？谁要再过来？再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告你们，我练过武功，谁敢过来，就跟他一个下场。这娘们会武功啊，咱们见好就收，赶紧撤！等着，赶紧撤！走。大姐，大姐，小楚，大姐，小楚，不怕，你看大姐厉害吧？把那些坏蛋全给打跑了啊！不怕啊！吴彩子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就你还穿完制服，这肯定是你爸剥削劳动人民的，赶紧给我脱下吧！哦，快点！哎，脱！哎，能走了吧？滚吧！二姐，二姐，衣服被人抢了，你帮我要吧。边儿，啊。哎呦喂，干什么你？吓我一跳！三姐，我衣服被人抢了，你们班那吴世良特狂，哎，帮我要回来。去你干去，哪娘俩呆？哎，你们就是不如傻老大。嘿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不是你当初不去找他的时候了？我去了。吹个屁！骗妈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去公园一玩就是一天，骗谁呀？哎，过来了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，回来了你们。
慢走，慢走，走好。哟，徐美荣，哎呦，如今你也能放下大小姐的架子，自己洗衣服了？哎呦，这傻春儿跑了有20多天了吧？八成啊，这家里的衣服堆积如山，没穿的了吧？要我说呀，你呀不如给你妈写封信，让她给你派个使唤丫头来啊！这回你可真够傻的。你说你们家那么多闺女，哪个走不行啊？那非得让傻春走啊，是吧？哎，别走啊！哎，是的，我一家的尾巴逃跑了，它逃跑了。素巧，你二姐呢？二姐下学回来放下书包就走了。那你三姐呢？三姐说和同学出去玩了。嘿，谁都指不上，是不是？